Hi， 我係堅叔，歡迎返到癌友茶記，入嚟坐低斟杯茶先。最近香港有一單消息，令好多朋友仔重新關注乳癌，就係藝人吳文堪離世。老實講，每一次聽到熟悉嘅面孔因癌症離開，堅叔心入面都有一種感覺，因為以前未行過癌症呢條路，我哋好多人都覺得癌症離自己好遠，覺得癌症係老人家先會有，或者覺得自己平時生活正常，應該唔會輪到自己。但當你真正接觸過癌症，你先知道癌症唔係電視劇入面先會出現嘅劇情，佢可以發生喺你身邊嘅朋友、屋企人，甚至任何一個平時睇落好健康嘅人身上。而乳癌就係香港女性最需要認識其中一種癌症。正式開始影片之前，有個廣告時間。睇緊堅叔嘅你哋都係想了解癌症周邊資訊，正經歷緊治療中嘅你哋，有冇睇緊一啲方法係全天然又可以抑制到癌指數，同時仲可以減輕到治療中辛苦嘅副作用？堅叔有一款保健品推薦俾大家，已經有多個癌友試過，做完化療或者免疫治療之後，不斷肚瀉嘔，冇晒胃口，搞到冇精神。川渝醫學級褐藻靈用上日本天然3重褐藻糖膠，加上高劑量桑黃，配合治療，服用3個月就可以見到效果，抑制異細胞達97%，仲可以改善唔舒服嘅副作用。去川渝官網 HKTV More 平台有售，認住褐藻靈呢個名，陪你走過抗癌路。今日堅叔唔係想講一單新聞，亦唔係想用一個個案去嚇大家，我更加想借住吳文堪呢件事，同大家拆清楚點解乳癌喺香港咁普遍，點解有啲人治療後可以維持多年，點解有啲人發現時已經比較困難，同埋女性到底可以點樣提高自己對乳癌嘅警覺。乳癌點解成為香港女性最大威脅之一？先講返一啲數字。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資料，乳癌一直係香港女性最常見癌症。近年香港每年乳癌新症數字已經超過4000宗，即係平均每日都有10多位女性被診斷患上乳癌，而且呢個數字仲有上升趨勢。其實乳癌增加唔係香港獨有，全球好多地方都見到類似情況，背後原因包括人口老化、生活模式改變、生育模式改變、肥胖比例增加，同埋檢查普及，令更多早期個案被發現。所以堅叔成日覺得癌症資訊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唔好等到新聞出現先開始認識，因為癌症唔係一日形成，好多風險其實係好多年慢慢累積。講乳癌，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摸到一粒嘢先算啦，但係其實呢個諗法有少少危險，因為乳癌早期未必一定有明顯症狀，有啲人冇痛，有啲人冇明顯變化，甚至自己完全冇感覺。等到摸到明顯硬塊，或者出現乳房形狀改變、乳頭凹陷、皮膚變化，有時腫瘤已經唔係最初階段。所以乳癌最重要一點，唔係等身體提醒你，而係了解自己風險同埋適當檢查。點解乳癌咁複雜？因為乳癌唔係一種病。堅叔以前未接觸癌症之前，以為乳癌就係乳房生咗粒腫瘤，但後來先知道原來乳癌入面仲可以分好多種類。醫生唔係淨係睇腫瘤幾大，仲要睇癌細胞有冇某啲特質。其中最重要有幾個分類。第一類，荷爾蒙受體陽性乳癌，簡單講即係癌細胞生長同女性荷爾蒙例如雌激素有一定關係。呢類乳癌佔乳癌相當比例。治療上除咗手術、化療之外，有機會使用荷爾蒙治療，例如 tamoxifen 或者芳香環酶抑制劑 aromatase inhibitor。呢類藥物目的係降低荷爾蒙對癌細胞生長嘅刺激，所以有啲女性做完手術之後仍然需要食幾年藥，原因唔係代表仲有癌，而係希望降低復發風險。第二類 HER2 陽性乳癌， HER2 係癌細胞表面其中一種蛋白。以前 HER2 陽性乳癌通常代表癌細胞生長比較活躍，預後相對差。但醫學最大嘅進步就係以前認為比較難處理嘅癌症，而家多咗針對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就係標靶藥 Trastuzumab Herceptin。呢類抗 HER2 治療改變咗好多 HER2 陽性乳癌患者嘅治療結果，亦都係一個好例子，證明癌症治療唔係停留喺以前。第三類，三陰性乳癌，即係 ER 陰性、PR 陰性、HER2 陰性。呢類乳癌因為冇以上幾個治療標記，所以以前治療選擇相對少。但近年研究亦有新發展，例如部分患者可以考慮免疫治療，亦有其他標靶方向研究。所以堅叔想講，唔好聽到乳癌3個字
就覺得所有人都一樣。癌症而家講求精準治療，同一個器官出現癌症都可以因為細胞特質不同而有完全唔同治療方案。點解有啲乳癌控制得好，有啲會復發？呢個問題，堅叔覺得好多癌友都會關心。其實復發風險唔係單靠一樣嘢決定，醫生會綜合分析腫瘤大小、癌細胞分化程度、荷爾蒙受體，所以唔係切咗就一定冇事，亦唔係乳癌一定會復發，而係每個患者都有自己嘅風險評估。呢亦係點解而家癌症治療越來越重視病理報告、個人化方案。香港名人患癌點解成日引起大家關注？其實香港好多次因為名人患癌引起社會討論，包括早前吳文堪離世，再一次令大家關注乳癌。另外，過去亦有不少香港藝人公開分享癌症經歷，例如沈殿霞曾經患肝癌相關疾病，羅慧娟亦曾公開面對癌症。每一次呢啲新聞出現，最大作用唔係令人恐慌，而係提醒大家，癌症唔係一個離地嘅疾病，佢唔會因為一個人係藝人、普通人、工作忙或者生活正常就一定避開。但同時，名人案例亦唔代表所有人，結果一樣。因為癌症最大特色就係每個人情況不同，所以我哋唔應該只睇新聞標題，而係了解背後嘅醫學資訊。女性應該點樣面對乳癌？堅叔覺得最重要唔係每日擔心自己有冇癌，而係做好幾件實際嘅事。第一，了解家族病史。如果媽媽、姊妹、直系親屬曾經患乳癌或者卵巢癌，就需要同醫生了解自己風險。部分高風險人士可能需要考慮 BRCA1、BRCA2 等遺傳基因檢查。第二，保持健康生活。研究一直指出，維持健康體重、規律運動、減少酒精攝取，都同降低乳癌風險有關。第三，定期檢查，尤其去到適合年齡，應該同醫生討論預防篩查安排。香港亦有相關乳癌篩查建議，會根據年齡同風險因素作評估。最重要係唔好因為冇症狀就覺得唔需要理。堅叔想講一句，過來人感受。以前堅叔覺得健康檢查係老人家先需要，身體冇事就唔需要理。但行過癌症呢條路之後，我先明白健康唔係等出事先處理，而係平時慢慢累積。癌症最令人無力嘅地方係好多時發現之前冇太多警號，但人可以做嘅就係提高警覺，了解自己，了解風險，知道有咩檢查可以做。呢啲就係我哋可以掌握嘅部分。最後，堅叔幫大家總結，乳癌係香港女性最常見癌症之一。佢之所以值得關注，係因為第一，發病人數持續增加；第二，早期未必有明顯症狀；第三，乳癌種類好多，治療需要個人化。但另一方面，大家亦唔需要覺得乳癌等於絕望，因為近年醫學進步，包括標靶治療、免疫治療、基因分析，都令乳癌治療有更多可能。堅叔想送大家一句：癌症唔係等到發生先面對，而係由今日開始了解佢，知道多一點，恐懼就會少一點。我係堅叔，呢度係癌友茶記，下次再同大家坐低飲杯茶，講多啲癌症路上真正重要嘅事。